咱都要用咱的心神来学乐咱的耶和华。咱这时要来感恩，甲着认罪。咱先来看一则经文，咱同齐来读。我的子民若谦卑、祈祷、悔改，离开因的歹行为，我就要对天顶听因的祈祷，赦免因的罪，互土地搁再生产。我的目睭要看见，耳孔要听见，这所在所现的祈祷。各位兄弟，咱伫过去一礼拜久内底，咱的主如何来听通着咱，听通着咱这个土地，互咱的生活过得非常的平安，非常的安静。咱搁一摆来到着主的圣殿内底，咱不只用感恩的心，咱搁伫这个所在爱在认罪悔改，互咱伫咱的生活当中，咱去得罪着咱的主上帝，咱得罪着咱的兄弟姊妹，得着咱的亲朋好友，咱搁一摆来到主的面前求主透放咱，来赦免着咱，咱同齐开声来祈祷。随便听人，阮的天父上帝，阮搁一摆大大来感谢着你，因为你是阮生命的主宰，你对阮是何等的用听来听阮，你将你遮尔大的恩典施落伫阮的身上，互阮每一天行伫你阮离别的道路顶缘，阮无摇绝，阮无惊吓，因为阮知有主你甲阮相甲同行，主啊，阮实在讲袂尽阮对主你的这个感恩，总是主天父上帝。我嘛，甲你深深的知，伫阮的生命当中，阮受到真侪诱惑，伫这个社会中间有真侪魔鬼撒旦的引诱，互阮陷入到迄个无好的罪行的当中。不止阮来得罪着天父上帝，有时阮伫迄个所在来偏颇，有时阮伫迄个所在来骄傲，有时阮伫迄个所在来甲人来争战。主啊，怜悯阮，搁一届来透放着阮，互阮会当对心来真正用真实的悔改、诚实来到着主你面前讲，主啊。饶赦着阮，互阮会当过着圣洁的生活，互阮会当甲着主你相甲同行天路。天父上帝，阮搁一届伫你面前，阮来献上阮的感谢甲悔改认罪，安尼祈祷感恩，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煞接咱来为着医治甲透放，咱来做，要来做祈祷，咱来看一则经文，来做下来。我命令你，着勇敢壮大，毋通惊，毋通顿，因为你无论去倒位。上主，你的上帝一定甲你同在。各位兄弟姊妹，咱的生命内底，咱是随着咱的年纪，咱会渐渐伫迄个所在来衰弱，咱会拄着病痛。毋过咱安怎？咱免惊吓，咱来用感恩的心，咱来到着主的面前，向着主来求讨，求伊医治大能的这个圣神来到着咱的身上，互咱甲着主你相甲同行的时，咱得到了真好的信心，互咱伫咱的病痛当中，咱得到真大的安慰。兄弟姊妹，咱搁一届来到着主的面前，但你的病痛，你若有艰苦的，系伫你的手里，咱伫个所在，搁一届来向着主来求讨，咱同心开声来祈祷。听阮的爸，阮感谢着你，你来创造着阮，你予阮伫这年日。人的一生的年日内底，阮来享受着主你阮所备办的、所创造的一切。阮不止欢喜，伫阮少年的时，阮伫迄个所在，阮非常的感觉到了真欢喜的心，因为这种拢是主的恩典。总是渐渐到阮年老的时，阮可能就面对着了肉体的衰弱，阮有时心灵上，阮会受到了阮家己的经济、阮的事业、阮等等的问题，伫迄个所在来捆绑着阮，互阮伫迄个所在惊吓。互阮伫迄个所在无奈，互阮的所在伫迄个所在软弱，阮伫遐吐气。主啊，阮知人甲人中间无法度来透放这个问题，唯有天父上帝，你是阮的主，你有法度来透放着阮，你有法度来安慰着阮，你有法度来祝福着阮。阮也恳求天父上帝，互阮伫即时，阮奉你的名，阮来祝福着阮今仔徛伫你圣殿的每一个兄弟姊妹。当因心情灵有艰苦、有困难的时，主啊，你家己伫个所在来怜悯。你家己这个所在来透放，你家己这个所在来医治，互每一个人得到了主你满满的恩典甲祝福。阮今日来献上阮的感谢甲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煞接咱来为着今仔主日来做守望的祈祷。咱先来看这则经文，来做下来。祈求教育丰盛的荣耀，通过伊的圣神所赐的快乐，
互恁内在的人勇壮起来。我嘛祈求基督会因为恁的信来点伫恁的心内，互恁定稳的地基伫听，会当甲上帝所有的子民明白基督的听是遐尔啊长、宽、远、深，佮经验迄个超过人的知识所会当了解的听，互上帝的完善，互恁完全充满。咱来关心咱教会，咱真正感谢着天父上帝，伫教会这段时间内底，咱差派着了咱所敬敬的保守牧师来到咱的教会，来咱主理咱的事工，也互咱真实时来做竞选咱上帝为咱预备的第6任的主任牧师博智牧师伫咱的中间。咱也有缘，大家兄弟姊妹，咱来同心，咱来为着教会，咱合一，咱来向前迈进，互咱大家当伫这个教会。来得到上帝我大的祝福的中间，互咱教会教士搁兴盛。来，线接，咱也要为着这个今仔日，咱有这个洗礼吼，咱有洗礼，信仰个别有小儿洗礼，咱互这个兄弟姊妹，因为将做教会一员，咱伫个所在来祝福，咱伫个所在甲因彼此有真好的结连。过来，咱为着今仔日下昼有这乒乓素肉组小青年牧区的定期会吼周6礼拜。圣礼典甲着母亲节儿童的主日礼拜的服侍来预备吼，拢会当伫遐顺序。咱也为着第5组即为着灵长的长辈，咱为因来祈祷，互因的心灵健壮，互因有缘会当伫每一个时阵，拢会当透过着灵修来甲着助三清君。咱同心开嘴，为着教会，为着这事工，咱来祈祷。听同阮的主，你是教会的头，你是这个教会的掌管者。阮感谢着天父上帝，无论这间教会伫顺境、伫逆境、伫关山、伫溪谷，阮总在主你无离开这间教会。你伫这个所在看顾这间教会，因为这间教会是奉你的名来所设立的。阮恳求天父上帝，你互阮教会都选出了第6任的这主任牧师陈柏智牧师已经伫5月初来就任的中间，未来的路，阮恳求天父上帝，你的神叫阮三个同在，你互牧师有好领受的意向，也互阮所有正当工，阮的所有兄弟姊妹愿意同心合意，跟对牧师的脚步，阮来向前迈进，互这间教会真做社区的光灯，互这间教会佫真做社区的祝福。阮也恳求天父上帝，你家己亲自来预备。今仔日教会佫有一个事工，阮每一个事工，阮拢需要主你的神同在，阮拢需要主你家己亲自的带领，互阮的这活动，阮的会议是合伫主你的心意，是领受到主你的做平安的。阮也恳求天父上帝，你特别祝福第5组，而且所有的组长、区长，甲这组员，每一个长辈。伫因的生命当中，主你家己拢亲自看顾，你家己亲自来引带带领，也互因透过着灵修，更加亲近着主，倚靠着主你，无你惊吓，因为主你的同在，互阮真正有平安。阮搁一摆伫你的面前，阮有影来献上感谢。当阮即时用主祷文来做结束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息，今仔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了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上主啊，愿我求叫的声透到你的面前，求你照你的话赏赐我智慧。愿我恳求的话到你的面前，求你照你的话牵救我。
愿我的喙唇发出阿乐的话，因为你将你的律例教示我。愿我的指唱歌学乐你的话，因为你一切的诫命拢是公义。请咱做伙来吟圣诗，圣诗第3首《阿伯人的上帝》，请会众起立来吟全首。请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爸上帝，我们学乐你，你是至权，是万有的头，尊大、能力、荣光、德性、威严，拢是你的。伫你的手有大权能甲气力，你的目睭无离开义人，佮应允互因甲君王三甲座位到永远。我要感谢你的听痛，你对遐个一心一意顺服你的奴仆，守约施主爱。我要用心灵甲真理来敬拜你，也要用嘴甲乐器来学乐你，因为你赏赐美好的创造，互你的囝儿，我要称颂你，也要将生命的主权交互你，无论是伫顺境还是逆境，我拢要牵条亲近你，顺服主伫阮人生的道路，得到主你来安排甲引带。主啊，恳求你怜悯帮赞你的国，伫即时阮台湾面临大地动的威胁，造成人民心内惊吓无平安。求主将这个灾难降到上低，引带阮台湾的百姓会当出危急，一伫宽阔的地。主，阮确信你要拯救，按钱保护阮，互受患难的百姓会当得到好的医疗甲照顾，也要将丰盛的平安赏赐
放伫阮的心内。阮伫遮要宣告上主的灵创造阮，全灵主的开，互阮得到活。愿恳求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临到伫今仔日要受洗遮的兄弟，诚做因信仰的仰望甲瓦靠，会当告别信仰，离开过去旧的形象。对这点，求圣神引带因头前有光明的道路，通得到丰盛的性命。阮也要恳求主来医治阮中间心心灵有欠缺的兄弟。求圣神领导阮，互丧乡的得到补足，伤心的得到安慰甲扶持，也互阮伫家庭、信仰、事业各方面，拢会当得到主满满的祝福。主啊，愿你明日看顾这个圣殿，互迦南教会诚做你要临在的所在。你的奴仆组织伫遮祈祷的时，求你来听。感谢主。互阮的主任牧师陈辟志牧师已经伫5月初1顺利来赴任。求主圣神充满伫陈牧师，透过主的话语来牧养主你的正羊群。也求主赐福伫教会中级甲核心的同工，同心合一，为主的圣工来着磨。也恳求主将你的阳光的布污灌压伫阮正信徒。差派阮出去传主的福音，拯救失丧的灵魂。求主将信徒日日加添伫阮迦南教会，互迦南教会头前所行的路径，拢会当有主的扶持甲帮衬，诚做一个应神益人的教会。愿这是恳求主圣神降临伫阮的中间，透过今仔日林牧师所要透放主的话语甲信息。互阮会当明白真理，诚做阮灵命更新的来源，甲瓦靠。我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求主怜悯，听阮祈祷。会众请坐。咱只是要来交托启应文伫圣诗的后面，启应文第14篇，也就是诗篇46篇。上帝是咱的避难所，咱的溃力，是患难中及时的帮衬。虽然地大变动，山刷到海中，海水牙涌哗哗吼，山因为海中涌出。这声，咱拢免惊。有一条河，伊的水流，互上帝诚欢喜。就是至悬上帝徛起圣的所在。上帝踮伫遐，城一定袂摇动。天曝光，上帝就帮衬伊。列邦哗哗吼，列国动摇。上帝出声，地就消融。万军的统帅上主甲咱同在。哪个的上帝做咱的要塞？来看上主的所做。看伊伫地上奇妙的作为。伊压制经，斩断枪，放火烧战车。伊互战争拢煞，全地和平。拢静落来，就知我是上帝。我伫列邦受尊重，伫全地受尊最大。万军的统帅上主甲咱同在。哪个的上帝做咱的要塞？但只是要请圣歌队来献诗。所要吟的诗歌是一首华语的诗歌，我献喜乐感谢。
请咱做伙来看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有2位的圣经，第一位伫旧约箴言第18章14节，现着我来读。人的心袂当忍受病痛，心灵破碎，无人忍受会调。请咱过来看另外一位的圣经，记载伫新约马太福音第6章第25节到34节。第6章第25节。所以我甲恁讲，毋通为着恁的性命要食啥物，要啉啥物得操烦，嘛毋通为着恁的身躯要穿啥物得操烦。性命减毋是比食物较重要，身躯减毋是比医福较重要。恁看空中的飞鸟，因无种造，无收成，嘛无囤积粮食伫仓库。恁的天父嘛得甲因养饲。恁减无比因较贵重。恁减有人想讲，操烦会当互家己的性命加活一时仔久。第28节，恁若着因为要穿啥物操烦，恁想看山野的花安怎伫大丛，因无劳苦，嘛无芳质。不过我甲恁讲，连所罗门上荣华的时，伊穿的衫拢无比遮的花的一蕊搁较水。山野的花草，今仔日得活，明仔载互人迄落花炉。上帝就安尼甲因糟蹋，伊减袂搁较甲恁糟蹋。恁哪遮尔无信心？第31节。所以恁毋免操烦讲，我要食啥物？还是我要啉啥物，要穿啥物？这个拢是外邦人在追求的。恁的天父知，这个拢是恁所需要的，就先追求伊的主权，甲伊的旨意实现。这个物件就会拢煞互恁。所以毋通为着明仔载操烦，明仔载的代志，明仔载才操烦。一日的艰苦，一日长。以上，咱即是要请林碧秀牧师来讲道。伊所要讲的题目是：心思的战场，忧虑；心思的战场，忧虑。所以，今天也祝大家平安。有一句话安尼讲，咱迄个看袂到，看袂见的，会影响到咱看会见的。所以，愿主帮助咱，互咱伫每一届礼拜中间。拢通过上帝伊家己的话，会当来去做咱生命中间迄个看袂见、会真重要的根基。至使迄个根基来坚固了后，会当来活出迄个看会见、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愿主帮助咱，互咱通过今仔日的所读的这段圣经，会当诚侪咱信仰的帮助，也互咱常常伫看路忧闷的中间，会当得到主的引带。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伊伫遐讲起21世纪有人类有3大的病症，就包括癌症、艾滋病以及忧郁症。所以这也是咱现今医疗所要面对的3个重要的议题甲挑战。所以咱知影癌症、艾滋病伊的问题是出伫身躯的病变，总是忧郁，或者是讲看路常常是因为人的内心甲人的精神的内面。当时咱也常常发现到身躯的病变比较容易来发现，相时也互咱会当紧紧来注意到。所以咱看见现今的医疗投入真多的人力甲财力来研究治疗癌症甲艾滋病的方法，相时也有得到真好改善的方式。总是咱看见伫21世纪的咱面对人类上界严重的忧郁症。咱却也是发现，无论是医疗的发展，有当时拢互咱感觉讲有力不从心的感觉。那亲像箴言18章14节所讲，人的心神会忍受伊的病痛，用咱的心会当来忍受咱的病痛，总是心神受伤，什么人会当来担当会起？所以咱头去上帝伊家己的话，就互咱深深去体会到，身躯的病痛，咱有可能较好来面对。总是咱的心神受伤的时阵，
什么人会当来承担得起？所以伫咱的生活中间，其实跨路是咱生活中间爱面对的一个问题。总是咱也看见，这嘛是咱心思的战场的一个挑战。所以圣经有一个所在伫遐讲起，咱就爱将咱的跨路来交互上帝，因为上帝伊顾念咱。保罗也伫腓立比书第4章第60到第70节的所在讲，咱着一切无伫跨路，独独万事着用祈祷、恳求甲感谢。将恁所求的摆在伫上帝，就上帝伊的平安搬过一切人所想会到的，要伫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保守恁的念头。所以咱看见伫咱的生活中间，圣经有侪甲咱讲起，咱无伫看路，咱就爱将这个事来交互上帝，因为上帝伊顾念咱。咱看路有侪原因，包括咱的健康，包括咱的儿女。甚至咱的家庭、工作、经济等等，总是咱真做上帝囝儿了后，咱怎样会当通过主耶稣伊基督的话，会当来真做咱看待咱生活中间侪的问题甲挑战，互咱伫看路的中间会当来敲找出一条新的出路。看路是咱心思的战场，咱讲看路也是一般的人常普遍的问题。那犹太人有一句俗语安尼讲：当咱死的时阵，虫食掉咱的身躯；总是当咱活的时，看路食掉咱的性命。我相信这是出自信仰内底一个真深的体会。所以咱看见咱做父母的会常常会看路，囡仔是毋是会当健康来大汉？咱常常会看路，囡仔的人生是毋是会当莫遭受到侪苦难？甚至咱也常常会去体会到讲。咱的囡仔是毋是伫一生的中间会当做出正确的选择？生活中间，咱常常发现，咱常常互真侪万一安那即款的声音来互咱来这个受到真大的影响。咱常常因为安尼来致使来拆毁咱的健康，来破坏人的关系，甚至咱心灵的平安。所以咱要来检视咱看路的来源进程。咱爱来分别，这个看路甲谨慎是无共款的。伫生活中间，咱会真侪代志爱谨慎。譬如讲，咱出门时阵，都爱会记咧甲门关起来。咱若拄着热天的时阵，咱行路爱真细致。咱伫管理咱的财务的时候，咱爱有智慧的管理。总是这个甲这个忧虑或者是看路是无共款的。有人安尼解说讲，啥物是看路？看路是咱已经做有妥善的计划准备，总是伫行动了后所发生的代志。就是讲，当咱已经有好的规划了后，咱依然心内充满着焦虑不安，那呢，咱就进入这个看路的世界内底。所以有人讲，看路是对惊吓无适当的看待产生过度的担心。所以担心看路细致，咱拢会当接受。总是看路，确实咱超过这个，甚至互咱家己无法度来控制情形。咱看伫看路这个字的字源内底，伊伫遐讲起，什么是看路呢？伊讲看路就是讲有一个物件夹伫咱的心的内后的中间，互咱要窒息啊。吼，咱若有食面去计着时候，咱会讲哇，咱的迄个气都喘袂起来。伊讲看路就是讲咱的心的内后。亲像去互物件见着，然后互咱无法度来窒息。其实咱若为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咱就常常发现到讲，其实这个看路就好亲像常常伫掐住咱的脖子，然后互咱一直甲咱带来真大的攻击，最后咱的体力无法度来承担，那呢咱就致使来失去咱向前的愿望。看路对咱来讲，会伫咱生活中间会造成3种一个更大的影响。第一个上基本的，就是对咱的身躯的影响。在咱生活中间，咱常常会看路，那看路过头的时阵，咱人会变得非常的紧张，甚至会烦恼，甚至会生气，甚至也有侪压力。所以看路对咱身躯有一个真大的破坏，会互咱的健康来得到影响。所以咱可以常常，比如讲心脏无好，或者是讲高血压。或者是讲胃溃疡等等这个问题，常常是因为过头看路所产生的一个身躯的无健康。
那毋是对咱的身躯来讲，对咱身躯影响，甚至对咱身躯的魂这个方面嘛有带来影响。就是讲对咱的思想的中间，嘛带来一个真大的影响。有的人因为过头的看路，咱讲就将人变成做疑神疑鬼。吼，过头的看路，就常常互咱产生这种的情形。所以生活就充满着无快乐。所以有一个报告伫讲，有一个研究内底，针对21间的大学的学生，然后有5000个学生的调查内底，伫个统计内底伊讲这个学生常常有看路，常常会有这种的情形，那安尼就产生对学生的学业以及伊的学习有带来真大的迫害甲影响。所以看路毋是对咱的身躯、对咱的魂有带来真大的影响，另外对咱的灵嘛有真大的影响。圣经甲咱讲，看路会影响一个人属灵的性命，来造成一个人属灵的瘫痪。咱知影，咱若瘫痪的时阵，咱就无法度真正常的行走，无真正常的生活。所以马可福音第4章19节的所在，伊安尼讲：世间的看路入来，也比迄个道理就无结实。伊讲世间的看路若入来，也比迄个道理就无结实。和合本的圣经讲，今生的看路会将人的心内底的真道来遮蔽。那安尼就无法度结出属灵的性命出来。那安尼咱要怎样来发现讲，伫咱的性命中间，咱是毋是常常充满着看路，充满着侪的忧闷忧郁，必须带来互咱真大的影响。伫咱熟悉即个大笔王，咱拢有真了解。大笔王伊伫诗篇第102篇的时阵，伊提供咱一份即个看路的检核表。这首诗篇是大笔伊伫人生上界感觉上睿智的时阵所经历的一首诗篇。伫102篇第1节到第2节所在，大笔向上帝祈祷安尼讲：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祈祷，互我求救的声透到你的面前。我伫危急的日，毋通黄你的面无看我。求你暗耳孔听我，我求救的日，求你紧紧应我。伫第1节到第2节所在，伫遐看起大笔真迫切来仰望上帝，会当来紧紧来听伊的恳求，毋通来黄伊的面。大笔伫当时的时阵，伊非常睿智的时阵，充满着挂路的中间，伊的性命有几个外在的一个情形。咱看起第102篇30到40的所在，伊伫遐讲伊的人生充满着无啥物款的意义甲目的。咱若圣经安尼讲，伊讲大笔伫遐讲，我的日子亲像火粉烧散，我的骨受烧，亲像火中的柴，我的心受伤孤单，亲像草。哇！咱若看到大笔的即种的伊类似的心境的时候，咱就感觉讲，哇！大笔实在是陷入一个真大的困境的中间。伊讲伊的日子亲像火粉共款，要烧散，亲像伊的骨，亲像受烧，亲像这个火的中间的柴，然后伊的心受伤，来孤单，亲像草共款。咱看起有即款的心境，伫迄个时阵，伊发现着讲伊的生活敢若无啥款的意义甲目的。第二，咱看见伫102篇第3节的所在，伊讲我连食物件的这个食欲嘛丧失去啊，就是讲食袂无法度食物件。第三，伊伫第6节的所在，伊伫遐讲我亲像旷野的野鸟，也亲像趴远所在的暗光鸟。咱看见特别毋只是伊感觉讲伊的人生无意义甲目的，伊无法度来啉食。伊也感觉讲，伊亲像即个野鸟、暗光鸟共款，伫遐受到即个隔绝被弃绝。另外，伫大笔第7节的所在，伫遐讲，伊我规暝无困，伊无法度困会去。然后伫第9节的所在，伊伫遐讲，我用火釜准饭食，我啉的有掺目屎啊！哇，咱若看到大笔这种情形时，咱就讲哇，真心酸着哦。大笔竟然陷入迄款的睿智，迄种的看路的中间，伊感觉生活无啥物款的意义甲目的，伊无迄个食欲，
伊感觉互人隔离佮拒绝，伊无法度有好休困，甚至伊常常伫遐来用目屎准饭食。当咱的生活中间，咱也有亲像代表即种情景的时阵，可能咱就陷落伫咱生命的中间极大的看路的中间。这个看路会影响到咱的生活，甚至也会造成咱属灵的瘫痪。所以咱看见看路亲像亲密，有人讲看路就亲像咱这个杂草共款。有一个故事在讲，有一个少年人去拜访一个智慧的年长者。来问伊讲，人的一生有啥物款的方法会当免有看路？这个智慧的长者就甲伊讲：你去我的花园的中间来挽草，你就会当来明白。后来这个少年人就到伫这个智慧的长者的花园的中间底下来挽草。总是伫挽草的中间，伊却无来明白讲挽草有啥物款会当来带来这个人毋免看路。过几工了后，伊佫共款来问这个智慧的长者，这个智慧长者嘛是甲讲：你去花园的所在去挽草。几落摆了后，这个少年人火气就来了，伊就对这个老人讲：伊讲这个你叫我去挽草，到底是你爱我做甚物？然后这个智慧长者甲伊讲：人生每一工拢有每一工的烦恼，昨昏你挽过草，明仔载佫会发出来。你爱较骨力挽草就是啊。后来，这个少年人听见这个智慧长者的话了，伊才有深深去明白伊所要讲的这个意义。亲爱的姊妹，咱的生活中间咱拢常常因为这个代志，咱会感觉看路。这个看路亲像杂草共款，咱明明感觉讲，咱已经今仔日已经甲伊挽清去啊，总是毋知影明仔载佫发出来。总之，这个过程中间，互咱常常发现到讲，咱要改变咱的看路，往往咱无一劳永逸的方法。就好亲像这位智慧的长者甲咱讲，爱较骨力挽草。咱像主要所讲，咱无得为着明仔载看路，因为迄个明仔日伊家己看路，一日会艰苦，第一日到夜。所以咱看见除了明白讲，咱要改变咱的看路。无一劳永逸的方法，咱来较骨力挽草以外，常时咱也去深深体会到，咱无可能为明仔载的家己来挽草。咱无法度为着明仔载家己来挽草，因为明仔载草还袂生出来。咱只有解决咱眼前的代志，无为着将来过度来看路，这是咱面对咱生活中间每一个困境甲挑战基本的态度。有一个心理学家好伊讲，咱的心都亲像是一个花园共款，咱若无甲伊管压，咱若无甲伊培植，就会生最的杂草。所以咱生活中间有这个看路，总是咱若无好好甲伊管理，咱任意伊来伫遐来成长，咱的心咱的心就带来真大的影响。总是咱信主了后，通过主耶稣基督的话。咱会当来憔悴，来面对咱有路看路的这个摇远啊。主要说伫咱的生命中间，主要说知影咱拢有侪看路，所以主要说就通过马太福音这段圣经来甲咱讲，互咱有一个心灵面对心灵看路的这个过程中间，有一个真重要的摇远。主要说面对咱生命中间这个基本的需要，面对看路这个问题的时阵。主耶稣毋是甲咱讲，哎呀，毋通看路，或者是讲主毋是讲我甲你建议讲啥物。主耶稣也毋是讲一寡话，互咱来思考。主耶稣甲咱一个真重要的命令。主耶稣直接甲咱讲，无得看路。所以咱看见华本的圣经讲，不要忧虑。总是另外圣经的版本对不要忧虑这个款式有无共款的意思。新订版的圣经在讲，毋通为性命忧虑。另外威廉斯的译本伊讲，停止你性命忧虑。另外20世纪新约圣经讲，毋通为了你今生的性命忧虑。英文的圣经在讲，拒绝有关性命这忧虑的思想。所以咱看见主耶稣甲咱讲，咱生活中间有侪，互咱感觉非常担心
互咱看路的代志，总是主耶稣甲咱讲起3个真重要，要来解除这个看路的药方。第一个就是主耶稣叫咱爱看。咱看主耶稣伫马可伫约翰福音第10章第10节的所在，伊伫遐讲：出来无毋是爱偷、爱抬、爱灭无。主耶稣讲：我来是要互因有活，各有丰盛。主耶稣甲咱讲，伊来是要互咱有各活的活命，像是即个各活的活命是充满着对主来丰盛。总是咱也确实发现，伫咱的生活中间，撒旦常常用侪方法来攻击咱，互咱来失落对主遐来活甲丰盛的生命。其中撒旦所用的方法，第一个就是即个看路。总是咱要怎样来面对安尼的试探？主耶稣甲咱讲，咱爱看。所以伫圣经内底，伊伫遐甲咱讲，主耶稣甲咱讲，毋通为咱的性命看路食啥物、穿啉啥物，毋通为身躯看路穿啥物。主耶稣甲咱讲，恁的性命减无较大美良，也恁的身躯减无大的衣裳嘛。主耶稣毋只是安尼甲咱讲，主耶稣叫咱来看。主耶稣甲咱讲，咱就爱看天顶的飞鸟。主耶稣甲咱讲咱看天顶的飞鸟，无建造、无修成、无积住伫측窗恁的天父底也底饲因，恁减无比遐个较贵气嘛？主耶稣甲咱讲，爱看飞鸟，飞鸟因有3步的生活的哲学。伊伫遐讲，因无建造。无修成，无积造伫측窗，所以因无做因的生活，就是有这3步的哲学。所以咱用这个角度来看来讲，这飞鸟因的生命中间无看路，因为因袂为着未来来积造这个食物，总是因的生命悠然存在。耶稣实在毋是讲这个飞鸟毋免工作，主要所强调的是讲，因悠然努力工作，总是因无看路。我相信咱的生活中间，咱捌看过讲，即个飞鸟，伊安尼为着看路，安尼精神崩溃。我想咱无可能，咱可能毋捌看过讲，咱的鸟有咧精神崩溃对无？所以耶稣直接所讲的，即个重点是讲，伊讲咱减无比遐个搁较贵气嘛。既然咱比即个天顶的飞鸟搁较贵气，那呢上帝看过伊创造的咱。比飞鸟较贵气，那呢减上帝减袂比即个对待飞鸟搁较加倍来对待咱嘛。所以通过主耶稣讲，咱来看天顶的飞鸟，因无建造、无修成，也无积住伫即个측窗。所以主耶稣爱甲咱讲，看路，互咱往往会互咱的目睭注视伫有限的资源的顶面。总是主提醒咱讲，咱爱看。那你看，咱就有瓦课，互咱会当来将咱的焦点放伫丰富的上帝的顶面。那呢，咱就会当伫看路的中间，会当来得到找到另外一条的出路。主要说，甲咱讲第二件代志，毋只是爱看，主要说甲咱讲，咱爱想。主要说伫遐讲，恁什么人会用看路，互生命较长一刻久？啥事为着衣裳看路世上山林的百合花怎样大丛，因无着磨无芳切。若是我甲恁讲，当所罗门极庆王的时，因所穿的无达得即荷花的一蕊。当山林的草已经伫地，并那日迄伫火炉，上帝互因穿到安尼何方令？所以主就提醒咱讲，毋是爱看，咱着爱想看卖啊。咱看见主耶稣提醒咱，伊讲伫所罗门极荣华的时阵，伊所穿的无达得即个花的一蕊啊。所以咱看见主爱提醒咱，当时伫巴勒斯坦的所在即个百合花或者是用野地花无几工就即个谢去，总是伫迄个生命短短生命中间，上帝互这个花悠然装塔和你水。就算讲所罗门王极荣华的时阵，伊所穿的无达得即个即百合花即个一蕊啊。所以主要说通过即个来提醒咱讲，咱的上帝互这个野地花就装塔和你水，然后安尼来照顾，
何况咱是上帝所创造，有上帝形象，伊减袂搁较加倍来照顾咱嘛。所以主就通过这大自然的现象来提醒咱爱看爱想。另外主甲咱讲，咱就爱求。所以伫讲毋通看路食啥物、啉啥物、穿啥物。伊讲这拢是外邦人所求的，恁所需要的这的一切，恁的天父是知影。伊讲恁着先求伊的国甲伊的义，这的物件拢要来加添互恁啊。所以主要所讲，咱追求的目标应该是啥物？主要早甲咱讲，咱所求的应该是用上帝做咱的中心，用上帝做咱中心，就是独独先求伊的国甲伊的义，也就是讲将天国的原则来看做是咱上界关心的代志。总是这无代表讲咱无需要认真工作，也无代表讲咱无需要关心任何代志，或者是为了咱的生活来负责。主要说讲这个话的意思是讲，咱爱伫咱的生活中间来持续来仰望上帝，以及仰望伊的作为。主要说提醒咱毋通常常互这个看路来诚侪咱的试探。毋通互看路常常伫互咱陷落伫迄款的困境的中间，所以亲爱的姊妹，毋通将咱的焦点放伫咱所看路的代志顶面，爱将咱的焦点放伫会解决咱所有会当来解决咱所看路的问题上帝的顶面。所以主要说才安尼讲，毋通为明仔载看路，因为迄个明仔日伊家己看路，一日会艰苦。伫一日就到夜，所以伫咱的生命中间，咱有常常有看路，甚至咱也有常常会感觉真不安。总是当咱有这种的现象的时阵，其实咱往往是用今仔日的时间来要明仔载的代志。所以主爱咱毋通浪费咱的今仔日的时间去担心明仔载的代志。上帝伫这段的圣经内底鼓励咱爱来拒绝这个看路的试探。咱来自信，伫上帝伫每一项代志的中间，拢甲咱三角同在。当咱有自信，上帝伫咱一切代志甲咱同在，这个事实的时阵，这才是互咱面对现今甲将来一个真正确的态度。亲爱的姊妹，愿主帮助咱，互咱伫面对每一天的生活的中间，咱会当用看路来面对伊。总是咱嘛会当用信心来面对伊，这个选择在伫你家己本身。有就师父真牧师安尼讲，伊讲看路袂当解决明仔载问题，只会来消耗你今仔日的快乐。师父真牧师讲这个看路袂当解决明仔载问题，只会来消耗咱今仔日的快乐。所以，亲爱的姊妹，愿主帮助咱，明仔载看路必须要交互明仔载的快乐，咱来互明仔载的稳定来去解决咱明仔载爱所拄着的看路。愿主帮助咱，互咱通过主要所讲的这段话，咱随望伫咱的生活中间，常常会拄着，互咱感觉真担心、真看路的代志。总是咱相信，既然主看重咱，赢过。这个天顶的飞鸟，也地下这个花草，主要说提醒咱就毋通伫面对问题甲挑战的时阵，将咱的焦点放伫这个顶面，爱自信伫会当解决咱一切这个需要，带领咱离开这个困境，主要所基督的焦点的中间。因为咱相信，明仔载虽然有明仔载看路，总是主要赏赐咱教育快乐甲稳定，互咱来面对。明仔载咱所应该爱拄着的代志，愿主帮助咱做伙三个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感谢你，通过你家己的话来起造阮生命的根基，致使互阮会当来活出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甲丰盛。主啊，你对阮讲，阮爱将阮的代志来交托你，佮倚靠你，你就要互这事来得成。求主你帮助阮。互阮通过你家己的话，真侪阮的快乐，真侪阮的帮助。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免。这个时阵，咱要来吟圣诗
354首第1节甲第2节。咱伫今早起，咱要来举行成人的洗礼、信仰告别以及幼儿的洗礼。咱人既然大罪出世，就消无过嘅天之意，叫天眼干掉小显化，我靠家己袂为多拖，因信上帝至大恩惠，经选咱人做伊叫你。先行替咱担当罪过，心心宽怜甲咱感化。这就咱要来举行成人洗礼，咱今仔日有张金燕姊妹要伫上帝面前来接受成人的洗礼。咱请张金燕姐妹到前面来。这个也是咱得到帮赞，是我靠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的。请咱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所吩咐的话。伊对世人中过活了后，也未上天的大声有讲：天顶地下权已经拢总互我，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教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既然我所有的命令恁的，就假使因守。搁我日日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落尾。伫五旬节彼得同录音的时，对听伊的人有讲：恁着反悔，逐人伫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到互恁的罪赦免，搁要受圣神的赏赐，因为所应允的归伫恁甲恁的家孙，以及拢总远远的人，就是记拿主咱的上帝所要调的，亲像。迄时彼得叫人反悔，信靠耶稣基督，搁受洗礼。亲爱金燕姊妹，我也要安尼对你讲，你着深信，你若真实反悔，告别你的信仰，搁伫伊的名来受洗礼，这个圣礼典就要诚侪你的罪得洗着洗清气的记号甲印证，搁表明对圣神得到顶头生来结连伫基督。你要受洗礼。你着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来告别你的信仰，来应答下面所问的问题。所以，请你用敬畏上帝的心来应答。你是毋是有信上帝做你的天父，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圣神做你的保惠师，也无？你有诚实反悔你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的救赎功劳，也无？你着我靠上帝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你决意要安尼行，也无？这时阵要来为金燕姊妹来洗礼。弟兄姊妹，我用水甲你行洗礼，奉爸囝圣神的名，阿免。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你一尽诚诚，各愿你的心、甲魂、甲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欠。就求愿你已经告别你的信仰来受洗，我靠教会头，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也奉台湾基督徒教会以及迦南小会宽平接落你做陪产的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新的约的恩典。阿免。咱做伙来祈祷，全能主爱上帝，阮感谢你遮尔大的恩典，用这个圣礼典来接落你的儿女，进入你的教会。愿你祝福伊，求你用圣神降落伫伊的顶面来坚固伊，也用恩典赏赐伊，互伊结连伫基督得到主你的充满，永远踮伫你的内面。拄着试探的时，求你时时来保护伊，
互伊为精进信仰的好的精进。愿你享受伊快乐，主啊，当伊软弱时，得到主你的保守。主愿你帮助金贤姊妹，会当伫将来信心的笃定的中间，常常会当来记得今仔日伫你的面前的喜悦，互伊一生荣耀你，会真侪众人的祝福。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免。咱要请陈牧师甲小会员来接纳，来表达咱的恭喜。请向后转。这个时候牧师要代表教会来自证受洗的证书，来表达对今天姐妹的祝福和恭喜。好，那我们要来自证礼物跟献花，来表达对她的祝福。我们等一下要鲜花拍照完之后，要请嘉生长老来介绍。好，先介绍我们的，请嘉生长老来介绍我们的经验姐妹。大家平安，我来介绍哈。经验姐，伊是迄个雅琴姐介绍的吼，介绍来教会吼，真感谢上帝的带领啦吼。经验姐伊有厝里有一个妈妈，一个妹妹，弟弟的家庭伫咧大陆生活安尼吼，伊有2个后生甲一个查某囝，他会来伫教会是雅琴姐甲鼓励，伫差不多年外前吼，带伊来伫教会。伫生活的过程当中，有拄着真侪困难，有一段时间，就放弃来伫教会，雅琴姐都无放弃啦，继续甲引带、甲鼓励，互伊转来伫教会安尼。我是甲问讲谁仔会决定想要来洗礼伊讲，伫遮听牧师的讲道，甲咱的会友的分享，互伊有深深的感受到讲。上帝听，即摆想要来决志来洗礼安尼，我想讲大家分享一下咱伊的即个过程听到牧师的讲道，这应该是无啥物问题啦但是会友的分享是伊想要洗礼的关键啦所以咱伫教会内底彼此的分享是真重要的代志咱会使彼此来鼓励希望有。搁较侪人，亲像雅琴姐安尼，甲有需要的人出来伫教会，互咱甲上帝做伙来做工，然后以上介绍，安尼。我们也恭喜经验姐妹。好，真侪，咱煞接要来举行信仰的告别，咱来唱354首第30甲第4站。三位一体，高大力量，刷一首歌下来追求，虽然心心心花连天，错高天东满红线，兄弟朋友谁来看见？表明用心更多人心，面对心心。双双交友，行主道路。在今天早上，陈美玉姐妹要
在神的面前信仰告白。因为美玉姐妹她之前已经在中央教会接受洗礼，然后要将会籍转到迦南教会，所以我们要请陈美玉姐妹在上帝的面前用敬畏神的心来告白你的信仰。你是否深信上帝是你的天父，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圣灵是你的保惠师？你是否诚心认罪悔改，信靠耶稣基督的救赎？你当依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他，一生一世走他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你是否愿意如此行？感谢主，愿神纪念美玉姐妹在上帝面前的告白。那请美玉姐妹向后转，我们要请小会员陈牧师小会员来表达祝福跟接纳。谢谢。我们要来致赠礼物跟致赠花束，来表达对美玉姐妹的恭喜，以及表达我们的欢迎跟接纳。我们拍手来表达我们的欢迎。好。好像还要致赠礼物的样子哈，我们因为美玉姐妹真的是深深的经历迦南教会弟兄姐妹的爱，好，是。好，我们要请处语长老来介绍美玉姐妹，好，所以等一下请美玉姐妹继续留在原位。好，其实讲台语哈，讲国语，好 ，OK， 好，哎呀，好，就是我在那个前年就在一个地方就认识美玉姐，因为我在那个上课的时候就认识，些微的认识美玉姐。后来呢，我们在去年美玉姐来到教会，我们居然在教会相遇耶。然后我看到她，我很兴奋，很激动。我们怎么在教会碰到？然后再进一步知道她居然是基督徒。那这个时候大家就知道，一听到是这样子，我们接着下来要干嘛？直接带到小组啦，别个公啥啊，所以就这样子带到小组。然后呢，美玉姐就从进入到小组之后就没有一次休息耶。那但是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她去年年底其实就已经想要转会籍，但是就碰到手断掉哈，所以就休息3个月。然后想要主啊，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嘞？有什么拦阻吗？但没有问题。3个月后她手恢复了，就又出现在我们小组，我就问他，那转会籍的事情没问题，就这样子，所以有今天的事情发生，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上帝，谢谢。好，姐妹学回座。接下来我们要来进行小儿的洗礼，我们来唱圣诗352首第1节跟第5节。社会所行的礼仪，也有我客的小日，亲像旧约行甲礼，表面行日相相的，父母的行你朋友，唔通予因趁世上，常常甲是信耶稣。咱感谢上帝赏赐伟大甲预心有上帝伊所赏赐的产业，所以因今仔日要将上帝所赏赐因的细囝来带到伫上帝面前来举行幼儿的洗礼。
请咱来听上帝话。有人带囡仔来就近耶稣，要互伊望。耶稣学生即鼻因，耶稣看见安尼大无欢喜，甲学生讲：用阮细囝就近我，无得禁因，因为上帝国是即互人的。我实在甲恁讲，凡承接上帝国，无亲像细囝的，我断袂得入去。就抱因，甲因换手祝福因。虽然咱的细囝无明白这的事，抑佮所应允的也要归伫因。伊是恩典的约的后事，上帝用洗礼来带伊行属，来做上帝家来的囝儿，互伊属伫基督来做伊的百姓。当恁的细囝要洗礼，恁就伫上帝甲正人面前来信仰告别，请恁也用敬畏上帝的心来回应下面的问题。你如信上帝做恁的天父，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也无？恁着我靠上帝所赏赐的气力，将基督的真理甲信徒的责任来教示伊。你的细囝，着用基督甲好的行为来培养伊，互伊所行合伫上帝教会法度。恁又要安尼行也无？愿主祝福恁，甲恁的细囝，帮助恁伫主的面前常常守这个约。咱要来为这个小朋友吴银超来举行幼稚的洗礼。王银超是。我因操，我用水甲你行洗礼，奉爸囝圣神的名，阿免。照耶稣基督的命令，这个细囝受接纳伊的教会，做未悲惨的会员，有份伫新约的恩典。当这个细囝的父母甲会长亲自作证，也着三甲分担责任来培养伊的信仰，直到领受虔信礼。阿免。咱做伙来祈祷，全能永远伫地上帝，恳求你来保守照顾这个细囝，引带伊的身躯甲灵魂，互伊的智慧甲年岁拿过天，上帝甲人拿听伊。愿求你将你的恩典丰丰富富赏赐伊。因带伊平安经过最细汉的时期，救伊脱离少年人的诱惑，直到成人的时，会当家己来告别伊的信仰，会当坚持到落尾。愿主你也保守伟大甲玉心，会当伫主你的听内底，常常用上帝你的真理甲信仰的性命来照顾。分享你所赏赐互因的产业，愿咱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请向后转，然后我们要自赠这个礼物，好。他今天带着一个很荣耀的冠冕。好，我们要请立柱长老来介绍。好，谢谢，我们一起拍手来祝福他们哦，哈。我来介绍哈，我先对阮的玉兴。恁先看啦，好来介绍玉兴吼，甲伟达这爱情长跑站的，你知无吼？甲伊的妈妈吼，甲玉兴甲妈妈吼，做伙带伟达来信耶稣吼，所以10年的时间传一个福音哦吼。伟达是2022年伫咧咱教会洗礼，
啊嘛12月的时阵，伫咱教会结婚，啊23年的时阵就生即个囡仔，啊今年咧，甲即个囡仔带到上帝面前来洗礼吼。10年的时间传一个福音，啊得到一个家庭归伫咧上帝，啊非常的受祝福。啊伫恁个小组内底，啊继续甲阮关心甲祝福，来拍婆啊！好，我们恭喜他们，请回座。咱这时候咱要来参加举行圣餐，咱来吟献诗356首，第1节甲第4节来准备咱的心。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欢乐受伫的教会陪餐者，咱三脚来守主的圣餐。今日来听主耶稣对归应伊的人所讲稳定的话。主讲：恁囡仔着我担当大的，着就问我，我要互恁得到安息。愿主耶稣基督稳定，甲咱三脚伫地。所听的姊妹，咱就来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照保罗所讲。因为我对主所受也捌传到恁的，就是主要所互人袂迄味有提饼，足写背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恁若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袂迄味，主耶稣有提饼祝谢，所以咱伫伊的名，照伊的模样，大声来感谢上帝。咱做伙三脚来祈祷。主上帝，当阮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事，阮谦卑求你找恳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这个摆伫你面前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这个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惠。对你稳定的帮赞，会通真侪阮属灵的朋友，也会成长伫你的稳定中，通荣耀你的圣名，奉主耶稣的名，阿门。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了恁拍破的，恁着今日来纪念我。主耶稣对咱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了咱拍破的，咱就今日来纪念伊。主耶稣也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恁若逐摆啉的时，就今日来纪念伊。咱要请服侍长老来帮助咱来领受。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今日来纪念我。
主要说也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今日啉的时，就今日来纪念我。咱摕到了后，咱会当来默想，主要说是伫价顶救赎恩典。互咱每一届领受主的圣餐的时，互咱会当过一届生命得到更新，来得到主的带领甲帮助。咱摕到了后，咱会当将外面的包装来掏开，来方便咱小等的做伙，咱三个来领受。一年这个是基督身躯着咱拍牌，咱就今日来纪念伊。这个杯是新约，伫基督会所设立的，咱今日啉的时就今日来纪念伊，咱做伙三个来领受。你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平安
甲恁三个伫地，咱做伙三个来祈祷。全能上帝，阮感谢你，你通过主耶稣十架顶的救赎的听，互阮领受你的圣餐，成就阮培养灵魂真活的食物，互阮明白你欢喜阮，阮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率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继续甲主你有圣洁的交通，互阮的生命会当荣光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献是出自甘心乐意。如果你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我的生命献予你，做你路沿到一时，时刻美情献予主，归献给你万里久。我的手爱你命令，为着我主做这些，我甘愿为你献，常常替你行无限。我的声音予你听，我的呼噜主无停，我的嘴唇来叮当，我团好音来叫人。请起立。我的志愿献予你，愿存拢叹你一时。我的在情已受诉，但愿你做基督。供应一切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赏赐阮无欠缺的生活，互阮每一礼拜拢会当来到主的面前，用欢喜的心来敬拜主。求主继续看顾每一位的兄弟姊妹，互每一位的兄弟姊妹拢会当得到主的祝福，嘛会当靠主来得胜。主啊，我要将心内一切的挂虑甲重担交托互主，求主的稳定甲阮天地，赐予阮智慧，引带阮头前的路站。我嘛要求主来保守教会每一位的兄弟姊妹，拢有合一的心志，会当为主来服侍。求主继续带领迦南教会头前的道路。即马我要献上阮的时间、金钱甲才能，互主来使用。求主来接纳。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尊名求，阿门。会长请坐。咱这是要请张富春长老来报告。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要来报告以前，咱先来就欢迎咱新来的朋友吼。这杜思朱呀，出资吼，初期吼，大初期，还佫一个顾小云吼，顾小云是吧？来，咱徛起来，咱大家来欢迎一下。这个顾姐妹吼，顾姐妹是长期住伫美国吼，所以转来台湾1个月吼，带妈妈来教会吼，咱大家同心，咱来关心吼。佮来咱第二个来欢迎的是刘怡一弟兄，刘怡一弟兄，刘怡弟兄是伫咱叫做德福据点
吼，伊伫咧岛府祭奠吼，咱有缘来关心。过来一个吴清忠弟兄，来伫迄个所在吼来。吴清忠弟兄弟啊，做吴炳宏啊，做吴炳宏弟兄的爸爸吼。伊带爸爸来吼，带爸爸，咱欢迎伊，真欢迎因，搁一届来咱教会，咱叫他拍拍下者吼，谢谢。好，咱来报告咱教会，因为咱时间的关系我一个重点就好啦吼。咱今仔有完圣礼典吼，咱真欢喜咱林牧师搁一届来咱主持咱代表我代表教会来答谢者。过来是咱欢迎咱的博智牧师吼，伊也做。5月初来上班啊吼，博智牧师啊，咱请博智牧师师母囡仔有来无？来，咱起来，咱来欢迎一下。好，咱做博智牧师吼，咱要伫5月26吼，礼拜日的下晡3点，伫咱教会来举行即个就任吼受职感恩礼拜。拜六5月26，大家下晡时的时间留。礼拜下晡吼，咱大家将个时间留落来吼，来参与牧师即个，互大家来欢喜哦，同心来欢喜。吼，咱若做小会员，咱要伫下晡2点吼，伫做501教室来开这小会吼。咱牧师吼，咱要伫5月初8去到中委会来献品。吼，咱献品要派顺正长老，甲着嘉生长老去伫迄个所在来献品吼。献品就是发正式的证书给迄个咱的博智牧师吼。过来咱因为今仔时间的关系，咱有咱家己看吼，咱下晡有迄个乒乓手作组吼，咱家己看吼。过来咱后礼拜咱母亲节是做儿童的主日，咱一场礼拜几点？一场礼拜咱几点？10点。咱伫啥物所在？33号吼，咱会记哩吼。后礼拜一场礼拜尔吼，10点吼，伫33号。好，过来咱搁看一个。我用迄个泡面较用者吼，来志工吼，5月25志工有一日游，吼志工一日游，若要爱较紧报名，吼较紧报名找相关的人员，吼咱若做生日助学金，咱往伫后礼拜要来颁发，请小朋友也是家长咱去楼下的公布喏看吼，伫迄个所在咱来看，后礼拜爱带囡仔来出席吼，无安尼免领奖金拢无来出席，足歹看的吼。过来咱来最后看具体的消息吼，咱一直关心的题目师吼。陈牧师最近陆陆续续住院，即马目前出院吼，咧静养吼，在看门诊安尼啦吼。咱大家兄弟姊妹，咱来关心，咱为伊来代祷，这是今仔日的报告吼。好，接下来咱来为5月份的生日的寿星寿星，咱来祝福一下来，起来5月，咱来祝福了，咱来请林牧师来祝祷。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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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做伙三个来祈祷，想咧主啊，感谢你，我要为着徛伫你面前生日。兄弟姊妹来献上感恩，主啊，感谢你通过你的恩典，带领因经过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主啊，你过去怎样恩待因，主阮也相信你伫现在将来继续要引带因恩待因，互因一生行伫恩典的道路。主阮伫遮三甲甲因欢喜生日的快乐，愿主你恩典真侪因离会冠冕，互因伫每一个境遇的中间。拢经验主你有稳定教育引用，互因伫任何情境中间来经验主你的信息甲美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免。好，请坐。来，咱最后咱来看今仔金句，咱读一遍吼，读一遍就好来。恁着将一切挂入交上帝，因为伊关心恁。你着真数5章7节。请咱做伙来唱祝福的诗，圣诗第400首。吟诗煞要请林牧师来祝祷，请会众起立，咱来吟全首。愿主仁爱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愿主赐你信心的安宁。甲你培养主的听
像长老花水，希望有暗暝看见主的光。愿主仁爱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愿主赐予你心心意的安宁，甲你分享主的疼痛，亲像长老花水，希望有暗暝看见主的光。咱三个来了受上帝祝福。愿最后所求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运传，甲正兄弟姊妹三个同在，对这事直到永世代无煞。阿免。礼拜六。